今日呢，俺哋有六個呀故事很多拍蟹。頭擺，從前呢，有一個國王，然後佢嘅姑娘皇后，他們的感情非常的好，很恩愛哦。也都經常講，希望講做啲叫一個妹嘅，希望呢做叫一個妹嘅，佢嘅皮膚啊，像雪咁樣安拍，嘴唇呢有酒窩，還加有烏金嘅頭南毛。結果佢就叫一個長嘅妹嘅，正經皮膚像雪咁樣安拍，故所呢佢就按佢嘅名按到拍蟹。佢叫嘅一個白雪公主，冇過佢叫嘅佢就上天堂了。國王佢就講難愛討為一個姑娘，雖然講佢當家，不過呢佢嘅心腸，他不善良，他只在意自己有獎某。他只在意去講係咪全世界最強嘅小妹嘅，佢有一個神奇嘅魔鏡，對不對？魔鏡嘅客家話叫做魔鏡，但佢都會每日嘅魔鏡講，魔鏡，馬啥真係一個世界上最強嘅小妹嘅呢？魔鏡都會來講，皇后啊，你就會一個世界上最強嘅小妹啊！結果呢，你哋一日嚟過去。得到拍蟹公主佢睇嘅過後，皇后又對定一個魔鏡問講：魔鏡，馬啥係一個世界上最強嘅小妹嘅？魔鏡就講：皇后啊，雖然講啊，你咁年長，不過呢，拍蟹公主就係一個世界上最強嘅小妹嘅。後來皇后當然又會做得有人比我還較強呢，佢就派一個大臣講。你就去撈拍蟹，撈佢吃鐵。唔過你一個大臣啊，佢唔判的，佢當下一個拍蟹，所以就偷偷跟他說：拍蟹，皇后呢，我撈用吃鐵，你夾走啊，你快點走！就這個時候，你覺得白雪怎麼做？白雪你就緊走，走到親眼的手菜，走到又快又搖。後來佢到遠嘅道邊，看到有一間矮屋嘅，後來佢就夾入去，哇！我嘅地圖看到煮一煲小嘅湯，白雪公主覺得很餓，佢就喺裏面湯過後，佢就睡掉了。7個小矮人轉都不開，哇！佢都看到有沒有安詳嘅小妹耶。兩個時間呢，白雪佢就想小矮人就說：冇愛牛奶。你啊，讓你洗衫褲、晾衫褲、煮東西幫你食，你就吃下來吧。佢冇吃鐵啦，佢就攞個小矮人向下吃，都要給補個地肚。結果呢，你嚟過去過後，皇后又問這個魔鏡說：魔鏡，媽你係一個世界上最強嘅小妹嘅。結果魔鏡就講：皇后啊，你雖然咁年長，不過呢，最強嘅係多嘅3地肚。然後7個小矮人向下吃嘅拍蟹，結果皇后超生氣的，因為佢本身撈到一個拍蟹已經死掉了，對不對？他本來以為他已經死掉了，然後7個去到3拿地肚，然後拍蟹撈佢死掉，佢就作為一粒噔噔有頭嘅lingo。嘿嘿，佢就帶定一個lingo，去到小矮人也冇卡要，咳，我係買lingo嘅老阿婆，拜託你攞我買一粒lingo呢？白雪公主她其實是說，哦，可是我做唔得亂食唔認識人嘅東西耶。可是後來那個壞皇后她好厲害哦，她就說冇愛牛呢，要一粒lingo來切一半，你一撒是一半。後來呢，拍蟹食了有頭嘅一半，咬完下去，馬上就昏倒了。7個小矮人轉都不卡，發現乜事情？怎麼一個拍蟹上睡到天涯後，喊都喊唔下，白雪起床。後來呢，7個小矮人就撈佢撞到蔬菜地肚去。有一日啦，一個王子呢就來到3拿地肚，看到會有一個安詳嘅小妹睡到了。後來呀，這個王子把它搬動的時候，結果拍蟹佢就一戳，吐出了什麼？
毒苹果。佢老爺嘅油塗嘅lingo啊，然後給戳出來耶！哇，這個一行不得了了，王子就愛上了公主，這麼美麗的公主，也就問講：你願意讓我結婚冇呢？白雪公主答應他啦，他們就在皇宮裡面要辦一場婚宴。就皇后呢，就想說要準備去這個參加婚禮的時候，佢就問一下毛巾講：毛巾啊毛巾，馬薩希亞嘅世界上最長嘅什麼嘢？魔鏡說：就是準備要老王子結婚嘅螃蟹。故事聽完了之後，想要請問大家哦，每個人呢給了周年的時間，一定要保持3兩，可以跟皇后一樣嗎？不行。因為皇后有開心嗎？她一輩子都沒有開心，所以呢，要記得要保持善良的心。我們愛的鼓勵準備下課了。